大家各位姊妹早晨，弟兄姊妹早晨，各位朋友早晨，哈利路亞！大家好，我係 Elsa 組嘅組員陳淑清，我叫我以下係我分享見證。我生喺一個潮州傳統12個人嘅大家庭，父母親嘅關係好疏離，家中婆媳互相爭鬥、壓制、掌權，天天吵吵鬧鬧，加上過分嘅重男輕女。兄弟姐姐為咗要爭寵父母嘅愛、肯定同埋留意，而我係常常被忘記嗰個，因為我最細，唔識得閃，又唔識得做。各人嘅情緒咧，時時刻刻好似炸彈嘅，又好緊張。加上每天不斷咧有情緒不穩定嘅母親，而我係屬於佢發泄嘅，因為我乜都唔識，所以每早晨我好驚打開眼睛見到新嘅一日。我好怕每天又唔知今日會發生咩事，所以大約喺8、9歲嘅時候，其實我已經好想自殺。我沒有生存嘅意義和盼望，生活對我嚟講係毫無意義和價值，生命係痛苦，時時喺人群當中，我唔知我係邊個，或者一種好唔舒服嘅感覺、失落感，唔知或者好唔中意好多人啦，總之。感謝神拯救咗我，做佢揀選我做成為佢天父嘅女兒。喺1982年嘅冬天，我放暑假，我細佬帶咗去參加加拿大華人青年宣基督徒冬令會。喺嗰個時候，我話未認識耶穌基督同埋基督教，而且我覺得基督教，我對基督教冇乜好感，覺得基督教好多規條專制同埋有啲虛假。從小我就好瓜溪好嚴謹嘅，我係唔俾出外同別人有正常嘅交往，即係話冇朋友，所以我好渴慕自由。喺日間冬令會咧，安排咗我去聽老師講全港點樣去傳4個福音嘅定律。我個心聽完之下好扎心，覺得好唔知做乜嘢，覺得原來呢個先係一個真神，我哋係一個罪人。但諗下乜都唔想諗，就匿埋去房上面去瞓覺。到晚上一定要聚會嘅時候，我聽咗牧師嘅分享信息，講咗一份無條件嘅大愛。佢係為全人類嘅罪捨棄生命，釘喺十字架上。喺聚會當中，我一直喺度流淚，回想人世間嘅愛都係有條件同埋計算利益，唯有耶穌基督嘅愛願意為我哋呢班嘅罪人去捨身捨命。呢個就係我從小我都好渴望尋找咩叫何謂真愛，或者咩係真神。雖然我知道我有一位好愛我真神，但我都唔係好願意。雖然我願意降服，但我又唔係好願意去同神立約，因為內心好多掙扎。見到好多返咗香港嘅基督徒都冇乜下文。後來有位配壇嘅姊妹同埋女傳道人走埋嚟我身邊，鼓勵我，同我作決志，同埋將自己獻身給主作禱告。佢哋好溫柔嘅鼓勵我，教導我要每一天唔使驚，只要自己日日天天讀經靈修，仲介紹咗我3本好影響我一生嘅3本屬靈書籍。認識咗耶穌基督之後，我以為應該唔錯啦。人生嘅旅途當中，只要返教會敬拜、唱下詩，應該都唔會有啲咩事嘅。因為我都係屬於一個完美主義嘅人，但仍然都係要面對好多人事嘅變遷患難。返到嚟香港好頭痛，亦都好難揾到啱嘅教會小組同埋同路人。現實社會見到香港啲教育制度好多嘢都令我好失望，對人亦都好失望。無論喺工作侍奉或者人際關係，有好多嘅無故嘅事情發生，都令到我好無奈。每當我感覺到好疲乏，唔想再走落去嘅時候，時時都有一首就諗起十字架嘅大愛，同埋一首詩歌。佢話無論風吹雨打，你都要繼續走落去，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。就係因為咁樣，我就好似烏龜仔咁無力咁，慢慢躝下又起翻身。因為我覺得唔得，我要神係一位有真有活嘅神，佢係有意義有價值嘅，我一定要走落去。好感謝神，2018我曾經離開咗教會一段時間，我冚丈夫就揾教會，揾下揾咗嚟簽物，我就問佢點解會走咗嚟簽物，佢話佢買生果，有個姊妹同佢講，呢度有一個林牧師，你喺嗰個 talk show 嗰個咧，咁我老公又好中意聽 talk show 嘅，咁話好啊，咁佢走咗嚟呢度，咁我就好奇怪點解佢嚟呢度，而我又離開咗一間神叫我去返早禱教會嘅教會，因為同組長有啲，我覺得有啲脾氣，我係有啲脾氣嘅，即係睇到自己好多嘅軟弱，應該
有啲誤會，我去同佢唔問我，我要問佢，但係我係唔肯去問佢，我走咗。嚟到千物教會，起初乜都唔想諗，啱啱因為嗰3年係 Covid 嘅時間，我淨係翻嚟崇拜，為咗順服丈夫同埋唔好同丈夫離開，要一齊同翻一個教會，所以我就翻咗嚟，坐咗喺度敬拜。聽到有以弗所書，哇，好中意，因為我好似眼近食一啲神嘅話語，但我又好似消化唔到，裏邊活出唔到裏邊好深嘅意義，咁好想報名，但係點知原來又要編號啦，又經歷神榮會，唉，咁我就同神講啦，匿埋，主啊救命啊！我話最冇耐性噶啦，你知道我軟弱啦，我要零開始，一把年紀由頭嚟過，真係覺得唔知點算，求主憐憫我。但神嘅恩典係夠用，一步一步咧就去上課，好 enjoy 每一課。從後尾安排咗喺個小組，班小組組員姊妹好可愛，就算喺敬拜當中我坐咗喺度喊，佢哋都唔會笑我。喺崇拜當中有一次，我感受到一份愛嘅味道同埋暖流，我從來未感覺到，仲聽到把聲音話：當一間教會有愛嘅時候，就會有合一。我好感謝神，我終於走到同埋揾到賜俾我揾到一間有異象，同一個異象就傳揚福音、同心同行嘅屬靈嘅家。最後我好多謝天父對我嘅創造同埋救贖，因為我好矛盾，我覺得人好麻煩，但係神又好愛人。呢度係喺我嚟講，所以我自我嘅形象不嬲都好辛苦喺靈嗰度升翻去耶穌嗰個眼光，所以我要不斷要讀好多聖經，讀好多正面嘅話語。多謝佢俾我有應許同埋有天上永恆嘅家，使我能夠與神同埋自己同埋人嘅關係和好，學習點樣去相愛同埋接納，認識耶穌，越睇到自己好多嘅罪、好多軟弱同埋好多嘅好唔寬宏嘅大，以為自己嘅心好寬好廣闊，原來自己我覺得自己好小氣，即係因為有陣時針唔吉到肉就唔知痛，所以我好開心。當我嚟到呢度轉咗會之後，我好感謝天父，所以上帝就係真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冇乜嘢可以令到我哋與神嘅愛隔絕。我相信神係永遠拖帶我哋，直到我哋返天家為止。願將榮耀一切頌讚都歸於我哋嘅耶穌同埋三一嘅真神。阿們。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